手上人最要死，看见土人收到自家手里向来来得开心，那么可以上手甚优。不过，都要请海红姨他要帮帮忙。那么看见海红姨他要吃盒子饭到树上浪向来，两家头来讲上，根本没喝。所以对的是，这大多说啊，实在对不住啊！你搿只手啊，手最不能记载啊，只能虚实关上我在，那么海红也要跳起来的了。教手的辰光讲得蛮个，你的手指呀。所以也是这样，差不多的，让我的你讲吧。这个都说啊，这是哈，你搿只手，因为封建搿个地方不太平啊。哦，哎，苏州外头还是有个地方叫封建的。对吧？搿个地方啦，最近从天津开得来一帮粮船，一帮粮船取得了70几只船的来。哦，那么河当中一停。两王比绳索背后挑背一过嘛，搿条西路交通阻塞。是巧，非得是讲，而且我要口做讲了呀。哎，你哪晓得呢？我哪晓得？哎，我亲身经历过的呀。都说讲不难听了。哎，你晓得搿只树啥人的？哎，啥人家？搿只树都是我的呀。哦，我过去的东家。姓宋，叫宋荣，相头郎中先生本事大得来不得了，名气响得来呱啦啦，加上呢不说哎。记得去年正清明年，我也。入么进厂门，也打风家么也发过，两手顶得来迷人人，要到风月9年子亲戚呀，哎，还有苏州城里向有个人上疾病，那么晓得你东家有本事的，哎，派人立呀请你东家。到苏州去当你看疾病，哎，那么多少人去想呀？居病是居后啊，关着我主要是啊，那快点呀要到苏州去等人家看疾病去，那么我批评呀，哦，这个有都风就没有不公子呀，哦，两手顶得来美美人人呀。而且一个外观廊下一面hàng王旗上头4个字是风起云凉，哎，老百姓看见风起云凉一件瞎子。啊，移动家是蛮灵得清，哎，主要是啊，也不过去是啊，吃香的给他看我吧，你以为是到子我浪向夹子到苏州去，哎，累不一身，那哈，对面个两船浪向个4岁水里向才有满上个竹钩子呀，都是挪一个小船，赶了嘛，忙着两船方向通过去呀，哎，将竹钩子赶了你个手一摸。过去帮啊不人帮，直到后事不尽守长门。算不上帮分吧，已经真是的。哎，你读这个名堂叫格西帮，这个书的名不上格西帮吧？你叫科子光呀。哦哎，说到两面，说得只个200担，要别人子500两，10人。只是不清，那么你东家要跟你都讲道理呀。分帮嘛，手啊分铺嘛，那两面说得200。哎，对吧？关键做拿出来口要甩他个屁。口子讲呀，哎，马上一张片子拿出来，叫奴儿送到子5月衙门去呀。奴儿送到衙门里，只有立刻把当身。很少会在只有过出来评评理，只有过出来都说你晓得点啥哦？这个只有大了呀，也是天津人，这里都同乡呀，川普和口子做讲，3菜插账，大家分个。真的？你东家到这堂面浪向，要想开口皮，都是个老妖，经常摸一拍。王八蛋！
这是老爷的公堂，老百姓不许开口。你啥种道理的？哎，就发他银子500两，一顿杯子打得稳登登，为一回进北王门。上次也把也会也打，是啥家？这个名堂叫三鲜汤。哦，根本原来那三样侪吃全着。哎，那么你的东家吃是吃得嘞，眼睛吃黑，耳朵吃聋，一些么盖了里向放出来，放出来回到屋里向困到床浪向么弄我叫到上门去。主要是啊，我还晓得。那么跟着我混口饭吃，我是只能拿给你，搿只小手算送不子呢吧？那么养养手，做生意。不过呢，随便他要去了，你要等我到水高。哦哟，作孽！是我的老相公才是。哦，我想起老相公，我就要伤心给老相公。怎么这样子啊？你讲的闲话真的？我的闲话叫从90到11，啥意思啊？就叫假日。哦，搿来就叫东高爱民须知，这个世界是一心一意。那么接下来最合适。跟到嘛，书柜上去就书柜上去。那么听子呢搿段闲话嘛，我当来说，你必得苏州不可。但苏州啊，苏州养不过呀。养不过啊，谁养过去关这里个娘？你都哪个娘的？你都不娘？谁打这个？你把。去帮里都有吧？是吧？苍穹无照。多少了？就你分帮吃故事高，今年和帮噶一帮老药马上出来，你都老药养好了手上养。有来药的？这个老药都是懂得来嘿嘿喂。啥个来药叫？这老药听说讲叫啥个？哦，叫云亮七中。哦，要谢云亮七中到哪里？好有读书啊！哎呀，真的。看那么南京下午这个人啥个口气读得来，云亮七中谁来？怎么是说的？云亮七中谁么围到锅里呀？啊！一张片子送到，你就衙门里向去，只有大老爷七品的嘞。哦呀，有啥子？得知旁边浪向，我们不个弄到老相公口子剥下来，一顿生剁肉。啥叫生剁肉叫？左边靠屁股啊！啥么子？哦，你来相公屁股还是有人够看的？你到来相公屁股浪向贴过生气噶？不讲的人瓜。但是你是不一样。是不一样。啊，有你来相公了还能定心。我要来相公，哦哟，来相公。有，搿种样子。我问你呢？你看你来相公像少得娘人。你都来相公少得娘人啊？看看我眼里。我。搿么我叫上来读书，我吃啥个饭？我吃顺阳饭。对吧？不过三观龙母。你讲哪有？各种各样的人侪看见。有什么个？眼睛凶得不得了。搿么你讲？你讲这个老相公，他到挑杯浪向喝水的辰光，我辣旁边，眼色一关，摇头一讲，我已经晓得着。哦，已经晓得着。已经晓得着。你到老相公喏。南京乡下头1年角落里向3家村老人问，没看上花骨头着，几十个人家当中的的确，杨伟你最狠的。哦，对，试过几十个人家的嘞。那么那别人家要买地嘛，你做中人，拿点中人的。没看采访同仁做中人。那么拿子隔壁同仁们去放咖喱的。想不路呀，没得哪谁晓得的。那么呢，进来么呢，手里向啥意思叫这个？手里向么活络点哇。哦。那么到读书啊，搿种人啊，你苏州人派的，拿东西不要东西。你讲不着啊。苏州人派的叫你狗头在吃。没哈，采访同仁凭什么狗头在吃着？哼，搿么介上来最合适啊！将来也这个爷。这个爷了，根本我话梗个。那叫上来读书，今朝也是另外一个来了，搿么喏，你不叫我也，我还要有；你不叫我办，我还要办的。哪里来了讲？你不认得的。你讲出来听听个做事情。你不晓得的。你讲看呢？讲给你听了。守正如镜。大字收报。超光同人黑人。这个老嘛，阿根胖起筋，皇帝也不麻将的。
这个老老今朝说那个手上什么叫上的哎，当耍要辈子硬在，你不叫我有这个气劲，你不叫我绑这个结棍，绑到2月肚皮里向丢3个球子出来。不过我老三公子有算没算得嘞？这个叔公子不过20-30斤啊，风公子这个一直有上用上你。想不弄个孩子呀，才刚把你变成个风公子子。怎么介绍没最合适？那么真正介绍没最合适，你话比一个是吧？来了。谁盖房子口子盖头？啥意思啊？风公子子，你理想就是开什么子？开什么子？不能让你说盖。你盖不出来盖。这个你讲的是对哪个呀？但是2家的外头有只活龙山背向汪啷汪啷，乐乐吵死子，乐乐就屁屁眼睛样样人呀，听见那个树梢的龙响，咣当咣当，哎呀，也是个黑人，盯了只树上人当上，已经到这树上还不死心了，来了后头，风儿进来。来三块，谁是什么要我吃草？那么就是你去得来三公打招呼。来了，这是我不肯呀。哎，实在没也发过去噻。那么请来三公牛粮，许日归上午，我们讲不办法想，你去干嘛？去干。咱来房子过年，这个想的老师把事也是80。你去得他来三公讲啊？对是。这个。哎，对了。第几点走到理想厂里门？老刁，先生，你在哪里？弄了手塞的。走什么？哎，我在手让你刚刚试试呀。你为什么要大声大气？哎呦，老刁，你也分你心上来。这桩事体啊，我真正气死。你现在一定比我还要好。什么事情？刚才手让你跟我讲，你这只是收罪不能去在，会在你许管下去。啊？你教授是怎样教法？这个辰光我们讲得清清爽爽啊！一叫得收罪哇！为什么不要你？不要！哼，老刁，你讲个你封建也不够，你规则你一定要许规定，没得试试看，还有个种道理。哦哟，真正气死人！老刁。来掉，你个家要带书这个，你讲带，你讲带。没来。哪了？袋里毛袋子里向侪是那块是事实哦。我想不想么啥个要过去了。哎，对，我想这么一想。啊，那么你好好叫先生。这个么好，你动手家去设。能摇则摇，不能摇则顶。我们许是关上哎，就是。啊，老刁，你那后天子哇！来来，你许关不让我给，你要叫他收罪给。不可如此。不来，一叫他收罪。哎，办公室不能吵声，你记清，小心为好。老刁，那么我得个动作哇。
哎，根本你不是归属所写是啥呢？私营茶坊啊，生人民气，文明是空。孩子歪了掉，那么我都不懂这个。你不是归属所写是啥？生人民气，文明是空，私营茶坊啊。孩子歪其实是私人茶坊，那么你现在两手帮事体打了开，你门都不门，年年开，你是干嘛违背所写就本意走啊？老掉，你还是今天都破啊？怕他责任呐！技术不破，跟你做啥也上5年。哎呀，办公事不能意气用事，要谨慎小心。你这个不是谨慎小心，你这个叫胆小怕事。老掉，你这个嘛不想上采访的你。对对，请对你妈妈唱我来不走啊！不想采访就完了，把那水往你们顶起来。小心。被手家听见了，来叫你定心还在，放在你围上讲了。是你是三家村浪向啥个下午的眼里咕噜的狗头才知。狗头。来点不是我讲。胆子越弄越痛噻，胆子我狗头才知道说出来的。你让是呀，来点。可不是那子。来了，听你讲我，哎，想你到底年纪轻啊，没睡没觉。半两就有啥用了？出气不解决问题的呀！搿桩事体，我那个南京油门上向还挂上去，使得风流两路帮口足勒索，欺而受量。我为啥出来？私人茶坊要到苏州来玩一玩，是想弄清爽。葛么你要讲究真凭实据的呀？这样子俺有啥用让你？我知人是有我的主见。啥个主见？讲出来听听看呢？你去听了。我谁有能？你送门是那公送。生活人，我们叫做一个私营房，一批嘴当后门，要与黎明猕猴灯。手家中为我生相的，是一米之意，七口西单真。你们心情急，一记称，你凡事总是难生。大风扬啊，茶坊最是去人生命。善意是吃众人口，不幸对人在公平，生人民气范围真。真名是据我亲已经，私家强暴爱黎明，当然是法不容心。你懂手家出事，能要则要，不能要则停。我们须是关上哎，谁是？许贵上去啊！老刁，放在手上你们我已经把胸部勾走啊！老刁，那个去中国面子要跟我过。叫什么人我来不拿面子啊？学得都赢，快走！啊，那是没办法。
干数之内嘛，你来掉半个月，分析啊是啊，不分一多，还在一场书推的不差。到了啤酒在那吃啊，是这个在个对会了会，打上手杀的。嘿，这个手让你哭起来，喊我出来噻。哎呦，都是啊，出来噻。到老三公讲过之外，那么老三公说。搿啥就能也么就也，不能也么就定，许是怪上我，并不关系的。你们把大事情还在，还是我来着晓得。搿种管理的只是这个同地给的蛮多的子呀些，有什么，许是怪上我，许是怪上我。打出去了还玩，这面子随便那也找一张的，上面那里是这。那我刚刚思想中国人啊，别这样玩。想你想说这玩，年年的画笔，画笔啊！我等你讲，放在个板子机，我今次手上等你来掉一讲啊，三公拿，好得不得了。你到老三公还会得好的。搿种啥闲话啦？你又不吃乌鸡肉干，哪不会发好的？这样真正。根本哪是你？你老三公规则，你这个爷，爷公去，你都懂了，在规则里头娘，娘子跑，不娘的是我，打死你吧。帮这个，帮车子体里你来相公我来相公出来。我跟你讲，就是你来相公不出来，也不要听管。谁知锅里向骗子都正下来个，一回你都看进来，今门是一个才捉过去，吓啥？人都来相公搿张骗子吓得杀人噶。那，搿么看上去搿张骗子赢的辰光，大家眼睛也睁不住人的。那，不讲定法，来定性，规则呢也，这个也与你来相公。是的。你以为你就是俺的？就是个俺的。还有哪这个主要是开心啊？你那个菜高头人，他胸部在，来到底要过去办等人工作，还有个咋说？忙正门里过来，牛津刚刚出来到书记当你去的了。那么你有事则是，无事则表，八打一跳，马上要跳到里书记。那么哪里？一当骗子，马上努力唱到能叫下坠，一挂皮外，温柔中茶的老你们。手家日滔滔，不见还有手，黑红日一枪怒气的胸怀，他们把天盖楼外让下。花飞来，真将功向谁猜？上追自然里面来这里经过无非的谁迷到须子怪几岁样谁下手山他上去一当骗子马上带给他须子怪那么这样西下西上门回头着所有的手啊不能争气在了外头休息等到切开衙门这个手老人叫他多耍你耍事体做困干么再来哎呀到牛老乡去坐锅底下补补了吃他也无所是蛮好啊海红呼吸不香到此给当坐锅底对对蛮好那么第三灯笼两高头拔跳
李嘴。那么这个主要是还是叫海红来吃肉，并非啊，因为给达封家已经得罪。叫你来听听当地的百姓对梁如帮反应到底的哈，不要听这种一面之语了。我们啊，写诗文了，东北诗人了，还是一派，让你来听听看。到茶馆地里向，茶馆地里向人蛮多了。三三两两，议论纷纷，两高头15顶，炮子一壶茶，一面吃茶嘛，一面这样听。这老百姓，真的老兄啊，你本来那个封建国，哪得给得来？哎呦，这就是你封建不能等着呀！跟梁肉帮圈子圈得来口足勒索，路浪向绑了一把，还有谁要落脱你2银子，放在些过得来，真的，根本我找到给得来的。那么有2个，还有你不晓得呀？我手不你不给的，两手臂浪向轻节节拔一拔，还要发脱几百两银子的了呀！倾家荡产。主要是对海红看看，海红啊，阿不是我瞎想，当地的老百姓大家在吃力都苦头的。海红听得来好抽上抽落，但主要是茫茫风声，民族的坚定当梁肉。在当地的百姓吃一口活气，等到吃好之时，两高头回到手上向困觉，一手一个实地来叫使咱们开，手一个手，勾起吧，其他的手啊，在对球子，晓得封建两手帮顶下来，他们差点有路吧，对球子对到手指，望正门前来的只有20手。一只主要是个肉，真正来当两手，外语上的多出就打个比如，规则手让你要不责不离，跟老有的跟内毛几的来嘛，你当然跟过来。主要是做你的封建大寨，两手帮受了问题，然后叫海红出来，口口杀人，叫临时逼过。跟那就算。天亮在啊！到树地浪下来，透透空气来看看风景啊！海红眼睛眯一眯，大上树梢的看哟，这啥？哎呦，这个是没信的啦！还是没那么干啥？哎呦，这还是特别好。啥样不讲？给他谁是封建的呀？啊，有名奇怪。哎，谁是封建呀？谁是封建？哎，还是没那么给。哎，革命皇上的啥个啥话？呀，首先呢。来出门玩，那皇上就不晓得。不晓得啊！皇上你们苏州一面去玩名胜古迹哇，啥上过了？后三日哇！哦，说该的就是后三日啊！唐诗上向都有2几个。哎呦，但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哇！说到唐诗了这个。唐诗说都是在台不上，我们叫听诗听得来。哦。嘿嘿，还要摆不来听听。哎。告诉人啊，后三日哦，要不终身，但分手。No，刚刚称赞呢，弄老八腔。但分手了，吹哄哄，但他就搿啥我也晓得个。我是想打客中，搿句没听清楚。你看呀，这是前头我的行子一根一根竖拉开个模早上不啥地方模干嘛烧上过？就是2手帮。哦，这个就是2手帮。这个几咋说的了呀？这本怪。手浪向回顾使得来的个那忙过去绵绵人那么3股毛这个。哦，是我说，那2手帮嘛就来问题噻。对怪。是吧？那么呢，我再等你来看看啥子啊？你讲。你现在心里想，有点不懂。有点紧张，有点虚。你倘若虚嘛，你非要去仪式噻，该得看我会来得及了。你自家摸2声讲啥？最阿是啊，破但不讲，讲但不破。为啥呢？也真不也出事起来有意。哦，那是了，来定心，还是不相信？我跟你讲，今朝搿2句话，我只当高一场。哦，不好听的啦。真的？是了。海红本袋里向弄出来一只三藤子，当手头上一抱，身体稍着。这是啊，大内多神，哪来定心了嘞？好，那是多
定了，海红说了手头上想，都是靠多少个把头难得来威服住的海。为这两个伙计，来，这只手忙有点抬，杀鸡要抬得远，绑得结棍儿。那么两个伙计不懂这个，老板啊，今朝来烧鸡家，要得吃来叫女的抬。哎呀，你今朝要去绑两肉，那个4个嘞，就一吃过苦的，那忘记了啥？喝绑两肉啊，要吃过4个。去年不来，今年来噻呀！今年树场里向做好一个锅头，啥个锅头呀？锅当中的头菜放个东西，海菜说了树场里向，这个把做出来了，就是海菜海东一个。这个老是海菜海东一个，哎，这个老边的老早和公子与手马在，那么两个伙计马里这样，那啥时候忙中有点。啥抬个抬下来，不晓得哪抬下来嘛？大菜叫个张米肉弄不动。两个无锡人一想，咦，为什你跟了女的，那么这是抬下来，哪弄法你？更可呀！那么怪着你跟了女的呢？那么谁这个说了抬下来了？那么你哪啥？大菜的听什么的？大人个咋说了抬下来噻？啊，我帮他讲的。收拾不为，南京报道苏州讨大的名，现在苏州大的或者哪位都帮他讲的。让我来看，那么多参加，路这帮一宿，人打到外头，对门子一看，公路，这估计个啥时候啊？往中有的退下来，大概苏州大夸子，大年给他看我，要到楼上去噻，门口。这个船家，哪少？这里看苏州还有多少路啊？什么时候还有啊？就是伙子们7里路，还有7里路。哎哇，不远了。哎，船家，哪少？我要上岸了。好的，你心心定定好了啊！两个阿楼要go去你们，阿婆再上去。哎呀，把这东上一样，我也阿婆了，阿婆了。哎呀，还不用了啊！身边没得零散人，只出来忙中顶几边了一会，我走了，和你们再见。啪！哎呀，对啊，跳那个呢？娘里都在树么小屋里向娘的苏州。这东差就上午跑过来，一看门里一顶脚上头2个字叫凤脚，脚浪向还有4个方方一只碉堡上头3个字叫铁岭龟。苏州龙门山龟给他第2种龟。第一种外头水是龟，第2种铁岭龟，再往正里向去有顶山脚叫普欧脚，上头还有一只碉堡叫青龙龟。现在大菜鸟都给他两做一点，啪，往正碉堡浪向一跳，经济独立之势，啪，两只眼睛就是盯牢大人个扎手拉浪看，那么主要是个啥手哪里？开下来大概从2级路，错不了人，大致一记载，自家亲自上阵，1、2、3，大家摇，拿着个扎肉塞个上锁进这个猛正2个浪上谁有不来的？给他公家2手包，一共塞了海，你70你咋够数？那么哪有半扎的一个呢？因为这扎树了，已经定了我们不动的，所以只能说的半扎。唯有70你让你来去原谅。看地头2扎树已经张开2只，那么说啥不注意呢？哎呀，该趟的该打来，一个做钢盆开着，海出风罗，咱们心里想不安心。那么他头头打上之后，甚至在冰看哦，冰半年的辰光，能够拿到海去顶海，实在不来嘛，这样大些辰光还只能开斋。这2个世俗那浪吃高粱喝酒羊头饼，那么哪叫羊头饼呢？实或者呢就是米饼、酒子、牛肉、大蒜、大葱。哦哟，酒都很热的嘞，大概铺盖这个挨大不动，没真正的挨下去那个头要配个这样一回，上了叫你羊头饼，一米浪吃马浪油呀。我的哥，这次真是倒了8辈子霉呀！是啊，
哎呀，一个子儿都没赚到。这个苏州人啊，太刁了，真他们都不来了。哎呦，真没劲。两高的真老狗哟，只看见谁的当当当当当当，也过来黄金拉皮一只线树。哎呦，明白，受到这种线树，肯定与生高人感动的干。根本不少他是机会来着。并不起来不必一放，做杆子落在水里，等你都过来，接着打得给，努力都给了，当偷过来，头手上向一旁留下来就还开着讲，我的个，公事来了，公事来了，就是他都开着讲，叫办公室的特色，这里讲的没好听，哎，前面的小船不要游过来。我晓得在，我是哪里游过来？游过来吃官司，吃官司身体吃空了嘿。什么老在讲？我就速度是很快，真正地出事起来，这个事体越来越突然，有个是不来。是个，当心点，点了手艺了，不晓得手艺还没难点个。为啥么？你个速度实在快不过呀，做还这么长，他一定一个空。那不灵在，这根竹竿往正红里向轰隆个动。那一对一个空往正红里向轰隆咚，这只小肉实在快不过，往正肚肉浪向当，伤得实在结棍。这只小肉吃的分量往正有的，实在个太无趣了。那么海红那哈呢？开的辰光坐了手头浪向，狗手拍了拍，拍了拍，真开心的。用句新发的闲话讲起来叫杀客。不过后来想着不对。俺这十万数头线如上代头头了，我手头浪向会受得来，是吧？厂里去吧，不晓得已经来不及了。线如往正头头浪，当十万个上上去，估计都一个翻身翻过头仓，跌到二厂里，口浪头往正来那个夹背浪向，哇！哦哟，狗的！你懂什么？你根本不懂的。哦哟，那么头头浪两个是谁呢？哈呢？哦哟，这只线船速度实在快不过，往正头船浪向实上不上过去嘛，这只头船倒是晃晃，好像晃着个两晃呀。两个四水一口嘛，这线船来了往正有点太阳，哎，前面的小船不要逃走，过来，过来，不要过来给，不要逃走，不要逃走。这只小肉摇过来，那还摇过来，还两肉浪向是说四浪时候脑袋小肉死了，我姥姥送到澳门里向去吧。但是海人也吃过死在，那么得劲啊，明着。